你也可能咱小学，但是咱就是一个平民心尔。但是我们落入到社会性内面。环境好，咱看咱就这个世界，第一礼拜咱起量，第一礼拜咱起差，第一礼拜咱起一万斤啊，第二礼拜咱起一千斤啊，阿边啊。所以好歹当下拢面对心内底处事，咱若以为有伫啊当下做主人的时阵呢，一切都好办，我一切都办，用叫咱人以为的是白个三千，因此呢，咱人是生死烦恼了有别的世界，别个世界，到底每一样拢是大人伫内底看，这个共处化生，是写出化生。但其他学科修炼，无非就是在善术里面去善分别诸法相里面，来不断的当成第一，就有这发现第一。妈的，这个人就给那这个道自在菩萨的境界，也就依自性波的波罗蜜光明答出来。所以菩萨你看，已经安住在不生不灭的这清凉的法心中，安住在不生不灭清凉法心中，永远脱离了无明、不离之颠倒以及反生反灭的唯识性这方向。哇！咱是不是咱应该安住在这不生不灭的清凉法心中？清凉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热火，没有众欲之火，没有一些无明之火，清凉的心嘛，清凉的心的点吼，咱伫环境上所处处拢是在于这个无贪无欲心境上啊。咱若是咱进来清凉心中，永远就在这清凉发生的人当下，如果救着是在清净的当下。我们就会脱离无明，就会脱离无明是咱一念不甘，会当下边，一念不甘，转到伫咱的八识内面，转到咱人这个色相内面，对着色相内底所运转了，咱人无明念头产生，就稳迄个颠倒，现在个无明，无明都袂用啦，无明。无明都乌到白的，无光啊！所以在大乘起信论、起胜论啊，起信论、大乘起信论内底有一个功夫，伊拢现在都无明，无明是安怎产生出来的？当然讲咱无明，我到底嘛无明啥？因为我无明都看无嘛，无明就是乌啊。咱无明所立名是做来，伊讲一切众生自无始来，众生颠倒啦。伊讲咱众生现在只凡自无始了以来，就已经众生颠倒啦。犹如迷人吼，数风移除啦。妄认的数代为自身相，欲定的意念为自身相啦。咱人所谓无明，就是讲咱人随着叫迷人，这数风。无同的所在，已经唔知影家己的存在啦。那么当下迄根个认识啥？不是喜欢，这个我，这个稳的物件，就是积聚接触啊，接触一切法的物件，产生咱人烦恼。接触种种的法门内面，所以咱人无能解决产生种烦恼。一种语叫做加倍、周密、加倍，咱人出现叫做温热。咱人妄认这四代为加好温气了，佮甲用偌济阴茎来挡在家己身上，用咱做生命出体，用这物件做咱生命的本命体啊！甲这物件当做咱家己本身的行为，咱身上是一样啊。所以因此这物件，咱人或者发起了时阵，每一家每一条就是活入去咱人的有形世界，贪心起来就在这物件。实性拢是错啊，这物件，咱这物件本身会颠倒，
一直到现在，咱人不先这个呀，外星方面无一个实现的梦想。梦想就是妄想。记住，咱活的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是幻想，这咱会当用这个算法来知影。你一个念头，伊无需要当下，到底是咧起烦恼，还是起迷惑？啊，是一个光明不明体当中，咱爱做调的时阵，活在阴霾破坏当中，我讲的，见面无好歹物件，怎么转怎么变，跟你自是无碍。所以金主不该公干物件，金主不该先来设法不该公干，嘛无该来分配啊。当下都是无二东西，当下拢自在物件。咱来讲完工作来对不？下面我来叫分担。